心来敬拜上帝，请奏乐。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济，亲像云未来，就着放的逐颗的重担，甲块块填满咱的罪，用分论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自神看耶稣，就是做神的源头甲正尾的。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咧保护。星咧带路，灿烂光明，夜头看见，看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胆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圣诗第552首，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大家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的13页，咱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圣神投胎，对在世路马利亚出世，以本州地岛来受苦，第四个死埋葬人骨，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在天的上帝大名。伊要对他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台教会，圣道相通，做下面肉体国法，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大家掀开启应文第30篇。启应文30篇伫圣诗后面的第1053页，1053页。咱大家做伙来交托上帝的话。启应文第30篇。我摇头看山，我的帮山对倒影来，我的帮山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拄面，以色列保护者袂拄面。万个问题，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引领，来保守你。日时日头袂伤你，暝时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对，一时到永远。咱大家三甲瓦头来祈祷。充满怜悯、无歹受气的主爱天父，感谢你无将赐予阮的一口气收回去。感谢你伫阮的行道无符合你的旨意的时，犹原照着你的话语要提醒阮。伫阮亲像羊失迷的时，你找派阮的大牧者耶稣来找阮，为着阮牺牲伊的性命，救阮脱离罪的边缘，互阮通甲你和好。伫阮回转向你的时，你掀开你的手，主动揽调阮，为阮摆设宴席，欢喜庆祝阮倒转来。你对阮的疼是遐尼的长、阔、悬、深。阮以后一生踮伫你的厝，伫你的殿院学了你的圣名。主啊，虽然阮以爱踮伫你的殿院，总是你更加以爱阮，将阮对你遮领受的疼传播互大人知。你以爱阮活出你的款式，向世人见证你的疼，将你的疼散到代代。伫你圣神的感动，有侪学习你话语的学校出现。互受你呼召的人，通来学习你的话语。今仔日就是你所设立的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你要借着你所喜爱，也是阮所敬敬的陈牧师，将你所爱阮知的传讲互阮，也要互阮知影台南新学院的情况甲需要。求主你将台南新学院的需要刻调伫阮的心，互阮家己担当回应你。主啊，阮关心国际上发生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阮看到国家的领导者无顾发动战争，侵略别个国家，造成侪人刀片在战争，离开家园，真侪难民，就是受伤，就是死亡。阮的心真正艰苦，求全能的上主压制压迫者的边。互侵略者的军队甲军服拢袂做差小，互世界无搁相争，互逐人通将刀拍做猪头，将枪拍做剑仔。即国无搁掠刀攻击迄国，嘛毋免搁学战争，互屎加牛仔囝会斗阵食。原来的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下面咱请圣歌队来献诗。
咱做伙来重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书第16章第1节到15节，和合本伫新约的第106页，单语汉语本伫新约的89页，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第125页。若显着，我来读。耶稣阁对学生讲：某个好业人有一个管家的，有人将伊抱开主人的业，对伊的主人告伊。主人叫伊来，甲伊讲：我所听见你即个代志是怎样？当你管家的事得甲我清楚，因为你袂由原做管家。管家的心内想讲：主人入我管家的职，我袂怎样啊？夜低头无气力，做去食偏见色。当我所叫做的人到入管家的职，迄时人才要接纳我入因的厝。伊就叫欠伊主人的债一个一个来，甲头一个讲：你欠我的主人偌济？因讲有100桶，就甲伊讲：摕你的钞紧紧坐，写50。佮甲别个讲：你欠偌济？伊讲卖100只，甲伊讲：摕你的钞写80。主人就学了即个不义的管家，为着伊所做有知识，因为即世间的人为着世情来图谋，比光明的人较有知识。我也甲恁讲，着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了去的时，伊才要接纳恁入永远的平房。第10节，日子小看的事真重的，日大的也真重。日子小看的事不义的，日大的也不义。日不义的钱财，恁若无尽忠，一嘴要用真的托中恁；佮伫属别人的，恁若无尽忠，一嘴要用属恁的，互恁啊。一个萝卜袂服侍2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即个，疼迄个，也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法利赛人是贪财的，听见这个拢总的话，就冷笑伊。耶稣甲因讲：恁是伫人的面前，家己称作义的，若是上帝知恁的心，因为伫人的中间所推准的，伫上帝的面前是看哦。咱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只是要邀请陈铁男牧师来讲道，伊要传讲的题目是突然的觉醒。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陈牧师。大家平安。平安。今是台南县的纪念主日，小弟修派来到咱的教会。实际上，这个主日安排，这个每一个机构，伊个奉献主日拢会写一张函，去邀请在职的牧师，用配合牧师会当来帮忙因来做这个工课。实际上我拢毋捌咧讲回这个文和学校，也是机构。通常是教会牧师亲自来邀请，所以我才有答应。头一款是讲，因为我特别跳进前，因为我这声大歹去，去妈个病院，检查，伊讲我的声带声大，用钙化，这嘛无得开刀，嘛无得食药拢袂好。迄阵我还未退休。我伫这个嘛有担当这个属灵教会属灵大学的一个课程，所以迄个学期结束，我就甲迄个陈美的牧师讲，我无度继续这个工课，特别退休所以我就尽量这个意思是讲，迄个医疗方法就是讲，较莫讲话较莫讲话，所以教会总是嘛不是体贴所以礼拜一个讲座，伊讲若是。有迄个，若是讲真忝，还是讲有问题，我去邀请其他的人来礼拜一个这个做处理。所以这个关系我就真少去教会去讲道啦吼。对于特殊的关系，
照去就这礼拜中间几日前，这老教会牧师嘛咧甲我讲，今年7月份的这个第三主日无是传道，我有去别个所在无，我好7月，甲第礼拜有答应这建仁教牧师去讲道，我还未安排，伊讲无你也来这礼拜来完成无我。因为真熟悉牧师啦，因为这大学牧师是过来7场教会迄个牧师啦，是咁来往，所以我去答应。所以平常我就真少，敢若这个7场教会伫我隔壁，伊若讲你拄好请牧师，有啥物特别大合来甲拜托我才有去。无平常我拢无去，家去做礼拜无去讲道因为我感觉我平常的工课已经真济，已经真济，对退休开始。到现在拢无休困因为退休顺序去还未退休堂选做咱青中这个堂的这退休的联谊会会过去2年了，堂选做会长，2年会长了，搁换做北会区长，北会区长2年了，搁选做总会会长，到今年年底才结束。去年拄好这疫情，所以去年年会无开啦总会年无开。今年应该会开个啦应该会开。我是讲期待讲今年快能够卖开变的我足侪蛋糕，我唔通安尼，再祈祷上帝赶紧，互疫情能结束较好势呢。或者已经暂时有较好所以就是讲，伫这个礼拜堂也是演讲，而且讲图写、演讲写，免挂这个口罩无要紧所以早起我就，而且我无挂口罩来讲道。就这个机会当咱的教会因为说第二个，咱想家己的所在所以等下就敢若真亲切。可能大家咱想等下家己的所在，迄款的温暖特别我无思量，嘛真爱来吃安尼看咱的会友，虽然是介绍的人，互大家真亲切感，迄款的感受就是互阮感觉真感动真感动。所以这个机会我而且就代表学校甲咱请安。报告其实嘛无啥可能报告啦因为咱在即摆社院开始拢，国家教育部来承认立安一个学校，都是真正是迄个规定，在符合教育部内底规定迄个规定。但是好个在无派教官无派教官去个学校这点这个国家会通体谅。不过一个所在是讲，这个学校的这资格。教授的这个资格、这条件，拢在符合，所以来配合咱的教育部的规定。因为对外招生，会通对一般的学生来招考，所以即摆读社院内底学生袂从基督徒，嘛非基督徒，会有其他的科系伫来受训的受造就。不过内面还佫有迄个真传统迄个大学硕士班，这是要栽培这个传教者这个科系。也佫继续存在，所以讲，这个学校也佫无休困停止栽培传道人这款工作，所以需要向市民继续关心。因为我去年捌去某一间教会，也讲到了是一个长老，这个长老是台大这个小学的主任，伊咧甲我讲，即摆的传教者较像。迄个精神较无像较早迄个传教者呢伊讲即个问题就是甲校教育有关系到时代变化真有关系。所以最近咱真熟的即个郭正牧师伊又甲我问一个问题。伊讲即摆上常看见真侪少年传教者伊讲在教会，拢迄个较早是讲献身即摆拢差讲变做违心啦违头违或违心，伊讲到底是献身较对，还是违心较对？所以我所咧甲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伫迄个赖所在，我讲绝对无共款，因为献身甲献金呢，因为奉献这个钱就无收到转来，连拖倒转去。因咱中会较早目前教会，一个长老不知好业。伊献2000万，即个牧师你拜托你，为着我即个2000万来互你管理你摕用即条基金即个钱来设一个基金会
啊，目的是帮助弱势教会，而且弱势遐机构，是帮助遐真弱势教会，无得只有传教才会设立迄款教会。所以2000万迄阵已经足早咧，迄30多年前啊，要40年吼，迄阵真大间，迄个靠迄个意思吼，其实用足好用啊。所以牧师就来设立基金会，啊，毋是属教会哦。到即个长老是一个真大公司的头家，啊，即个长老过身了是因囝伫美国倒转来吼，啊，若接到教过来较少年的中士较无了解吼，我要将迄个钱来讨转来，啊，若无要告牧师是欺诈背信，啊，要甲牧师讲你过去所用的钱，遐收去拢逐张爱照归起来，哦，弄迄个3年啊，有迄个吼，啊，统一骗好拢会使。啊，其实有些教会若阁寄去互迄个原住民的教会帮衬因吼，只有的教会就免写一种感谢，总拢无啊。哦，迄种靠信哦，因为听心是用这样就做无，都就知影。啊，有寄迄个会函，啊用寄迄个收据嘛，好无寄嘛无要紧的吼。这证明，这个牧师就伫迄个甲一本流水账就老本的簿啊，啊就记讲啊去记偌济，啊都无收去咧吼。啊，这事实上有这个证明，因为。较早我伫因个教会礼拜时，啊，伊就无顺捌来我讲道。伊讲菲律宾台，迄个特别迄个啊，有两个原住民的姊妹伫遐咧受训练、受音乐训练。啊，即两就是毋茫倒转来台湾了是，要伫因个故乡、因个教会来讲呢，即音乐方面的啊，即个时间。啊，经济困难需要教会来帮忙，啊，所以教会就有寄一个食去即个奖金。迄个行业，即两个即个青年吼，啊，其中有一个写一种细函吼，细卡来互阮，啊，一个就无写啦，啊，无写嘛无要紧啦。所以伫咧讲有即个情下面吼，真正要甲教会摕咧，即摆较无问题，早根本就要摕真合法的收据真困难。所以即个家庭，即个长老的囝吼，啊，个教会才中心。伊讲你的记载一定要符合咱的过继法，啊，若无吼，表示牧师你无诚实。啊，这个问题真大，啊，从来到尾小会、小会办小讲，啊，这个钱袂迄落教会，所以教会小无要办，还退过。啊，退了时吼，迄个家属啊，遐几部分的遮少年的种时吼，伊就毋愿啦吼，来告牧师，啊，通过这林永颂，咱拢识的吼，这教会长老见就甲伊告遐告，吼是欺诈背信。啊，中个紧张啊吼，所以就是原来。啊，迄阵我做副议长，啊，副议长来处理一寡教一寡问题吼，所以派我做召集人，啊，另外派3个啊，中会牧师长老我甲处理。到尾我甲处理是，伊讲啊，你这个问题你也目的就讲，我目的要将你2000万啊，原封不动一概因都免减，甲伊讨倒转来。讲啊，恁内面真是真正是啥物奉献，迄个是要奉献，虽然计是奉献都无收回来啦。啊，特别迄个基金，这责任法人的这个基金会，迄个章程真清楚咧。伊讲这个责任法人来改善，迄个钱来归属咧地迄个主管的官署啊。哦，啊，归属地方政府毋是教会的，但是因转户换迄落别个单位，哦，你迄落别个无要紧，但你免讨转去，哦，你免讨啊，讨的就钱免讨，哦，免讨安尼吼。所以伫遐我就甲伊。看伊的疫情，因这个电脑佫拄甲我母姨吼，伊个亲家吼，拢真熟啦，拢变是亲家呢吼，真该搭这个关系呢吼。啊，所以甲讲啊，要安怎讲？你用献互其他单位。啊，迄阵拄咱总会宣告大楼要多建起间大楼，啊，内用牧师做总干事要设一个宣告基金会，都欠钱，讲啊多好，这个咱总会都欠迄个爱2000万资金吼。所以迄个兄弟是讲安尼好啦，哦，你嘛是伫美国摕药博士吼，伊讲安尼无要紧，啊，算迄个钱不足50万啦，较无可出，安尼我佫补50万，啊，多到2000万，就奉迄个总会，迄个宣教基金会做基金，来组一个迄个宣教基金会诶，当下给迄个责任法人，这种奉献都别用许多转来。呀，这个委信哦，我这委托哦，委托有一个制度，有一个契约啦，啊有时间性。我委托你这样代志，但到这你若讲啊，你做无事时，
那选在所读的圣经，我托你这样行呢，做某事我甲你死掉，无要紧啊。我将迄一个摕到转无要紧啊。所以讲委身甲献身绝对是无共款，绝对无共款。所以因为这个观念太多心态啊，也就是必须要跟那些的传教者、的教会，迄个心态也无共款。不过毋是大家拢安尼，因为最近我伫连续中，那伫迄个看一个。伫南部一个牧师呢吼，伊讲伊安排去即个较凤山的吼，所以甲回应讲你既然是伫即个时代会通做即个工作，就较早遮老牧师咧做工作呢吼，是真甘心啦吼。什么上帝所你连随时有人咧甲我发现讲吼，其实教会也有是说一份传道者，真正献身，毋是委托，委任是献上上帝，绝对无成好转。专心伫教育时间，伫探访各面来尽忠拍拼，这是古早时代传教士的精神。所以，其他是咱的教会，咱的现在教会也有一款的精神伫咱教会，互咱的教士无对教也来替补上帝帮助。所以讲学校需要佫栽培一款的传教者，可以在献身伫上帝的时间，完全献于本人。伊才华，互上帝用伫教会来服务。所以我是讲，望咱学校真正会人来栽培一款的传道人，来继续来承担这宣教的使命，互咱教会继续会人伫社会上为着主来做美好的工作。所以在即下，大声来感谢大家继续来为这间学校祈祷。所以毋是讲男神、大神、玉神拢共款吼，咱上次个遮是来时间祈祷。若祈祷若听，那最到伫咱的奉献嘛帮助恁，因为好设备各面师资是讲遐人水嘛不止费用真大啦吼，一年拢算亿，这可能有算，所以咱拢会当来替这好的时间经费来奉献来带到。早起即个机会，对做咱的就是咱读一段经文。咱珍惜伊一段的圣经节的经文所以用这个题目就讲，迄个突然的觉醒所以题目可能大家参加学习来勉励啦因为你咧读这段经文时，咱毋知会感觉讲感觉真奇怪我真奇怪讲，为什么这个主人会通对这个不义关系甲恶落这个主人颠倒咧恶落这个关系咧。所以那主人连耶稣对教小生嘛，用这段这个故事，这个譬如来你勉励来去教小生，你会感觉真奇怪，真着减的。所以遮就是讲，其实这个主人所评论啦，毋是讲迄个关系对主人的无尽忠不义因为迄个主人咧评论伊关系，是为着讲迄个。不义关系会当为了家己拍算，迄一点点的小聪明。耶稣基督伊伫遮，伫学了用这段的经文伫做属灵的教示，伊最主要的重点嘛是讲，因为这个人伊讲一个人会当为了家己，特别为了灵魂属灵的代志做有限的拍算，做有限的计划，这点嘛是大家学了的所在。所以耶稣毋是讲这人的行为。真好，并不是安尼讲。主要说是讲，这个不义关系会为了伊将来，特别耶稣讲上的启示，为了你灵魂做将来迄个备办，会当为这个代志做备办、做拍算。伊迄款的聪明的，迄款的做的是，大家学习、大家学落的所在。那就讲他们中来讲未雨绸缪，会当为了事前，为了以后还未发生代志先准备好势。莫讲死到遐来真紧张，已经都后悔已经未可能情形了所以规矩袂当束缚一个人，但是迄个规矩内面是会当看出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款。因为这个不义关系，伊就讲知伊的规矩已经内面嘛，伊嘛知影讲我迄个饭我吃无起，就是我已经咧适应。因为有人伫我主人面前来甲我许话，来甲我告讲我呢，对主人迄个钱财用得无好，迄种不利
啊就无慎重，对钱财无老实，迄个情呢，只好主人甲我过，啊主人就甲我调去问啊，啊这拢属实啊。所以就见证什么？主人讲要甲对看出来。所以讲我这个事业机会，我帮我讲破去用真大事。我要如何来好好利用最后，无论剩半年、剩1个月、剩2个月迄个时间，要如何来运用这个时间，好好来善用这个机会、这个时间。所以这是这个关键伫遐所定所在，互咱通学习。所以耶稣伫遮，伊有讲起2项要紧的功课。头就是讲善用机会，爱好利用机会。啊，第二呢，贪婪的危机。哦，这耶稣伫这段经文所甲咱讲2个真要紧的功课。哦，这个爱好好利用机会，啊是讲这个贪婪的危险是甚物款？所以伫遮最后说用这个来咧教示咱。所以咱早起也要通过这段经文，咱要三个来学习，哦，三学习。咱来看这个几个关系，怎样好好利用这项机会。伫这个危机特别搞的是，伊家己有深刻的感受，由于忽然间觉醒，到底伊遇到什么问题？所以这是咱要来思考伊所在。头一，伊伫这个危机内面是忽然间，伊醒起是看到伊家己，看到伊本身。因为过去感觉伊是过去的算是个人，啊，渡过且过，人做事非常，讲事就像安尼做法。不过今次伊伫遮发现到有啥物问题，伊发现伊家己是一个什么人，伊发现到伊家己是一个真卑微的人，是一无所有，啊，拢无什么，拢无。今次有这个地位是完全是我主人所我的，但主人交给我。主人爱我做啥物？爱我尊重这个时间，但是我过去无啊，我过去并无能做。所以保罗先生嘛讲起啊，吼，伫这个这个哥林多前书4章时嘛讲啊，保罗讲所求的关键是爱伊尊重啦，吼，所要求的关键目的是爱尊重，对世人尊重，对主人尊重，对耶稣基督的尊重，哦，这是主人所要求的关键所在。啊，咱基督徒是倒上面的关系啊！你我咱每一个人，咱是什么人的关系？咱是时间的关系。因为上帝互咱一天有24小时，你我拢相像。无论好个算下，无论第一关系拢同款。无迄个一天25小时，无一天15小时，拢相像。所以上帝互咱共款的时间，你要如何来把这时间来用这个机会来做有的工作？咱是毋是人真啊来利用上帝互你这个机会、这个时间来做真好的时间，完全来做应用上的工作，就拍拼来为主做好一个上帝的工作。咱嘛是在话温顺的关系，什么叫做温顺？温顺就是服侍上帝某种的技能啦，服侍上帝某种的技能叫做温顺。将来，互你有弹琴的温顺，所以通过抒琴，带大家学了上帝，认识学了上帝。我有迄个至圣国的温顺，所以通过这个温顺来至圣国的，通过圣国的带正人来学了上帝，互敬拜求人过好过事。所以这就是上帝互你这个温顺技能来服侍上帝。毋像咱照是讲，你将上帝互你的10分，怎啊抽一分，将7/10，迄落上来安尼应到遐，啊出来1/10了，也随便你家意思照意思来家浪费掉，其实毋是安尼。因为上帝爱你将所得到的恩赐100%完全奉献了上帝，毋是讲你专心献身做礼牧师传到遮，这就奉献。这里面通过你的工作的机会，伫你的工作的场所。伫咧职位上，有缘通个做好的时间，通过迄个时间来应用上来做好的见证。最近有一个牧师，啊，怎啊？我真正伫迄个赖才甲伊联络着吼，我甲伊无熟悉人，伊捌我。伊即摆去伫高雄，开一间迄个
政府推拿迄个工课吼。因为我感觉这个工课真要紧，我所以本来是我对这个无啥有信心啦。因为我2年前我某人讲，我用这暗暝静坐，迄第5、6、7、30只卯起都足多个吼，得着神经吼，所以倒病肩头甲手拢规个拢拔骨疼，暗时嘛袂困，食嘛食袂着，个吼，迄人就散起来。去隔壁骨科嘛看身躯，佫一个妇产科人介绍嘛去嘛看身躯。因为即阵到一个契约对了样，伊讲我最近去一间设备袂歹吼，妇产科安尼吼，嘛伫咱遐附近尔。我咪甲看嘛看身躯拢无效。做个楼顶，我住7楼，我12楼有一个少年人，也是体育安尼上班。有一天我暗时去倒粪扫，看到我牧师你最近敢若较散气呢吼，我最近就安尼困无啥好势吼，胃口无好是安怎？伊我来甲讲我情形，伊讲遐拄好我最近都咧学一款叫整复推拿，到去上课，下课已经通过吼，我明年2月左右吼，咪2月3月要试过考试吼，无你吼，你较委屈吼，你做我诶白老鼠的就吼，做起来变咧吼，话气较好安尼，看你活动得好吼。就掠个好嘛，感觉心基本嘛真爽快咧吼，所以就呢，抓迄个足重迄个政府床乌迄个就是一个空迄个吼，就地楼顶摸到7楼咧，我兄弟吼来甲1礼拜2摆来甲用，用咧感觉我一日用骹去隔壁妇产科咧用较好咧吼，因为我去妇产科1摆去就150块，过来就一天5摆吼，一天1摆50块，我想来去做妇产拢知吼。做1礼拜嘛是3、400块啦，我安尼我无爱去遐啦，我互你做得好啊，计划用较好，完全好个，拢袂酸也袂麻也袂疼咧，拢好。所以我1礼拜拜5暗拢来我无要紧，都好啊吼，但是甲你做保养啦，甲你敢若保养安尼吼，所以有时嘛其他牧师你忝心啊，叫牧师去掠咧吼，有一个附近的牧师你嘛来互掠。7年到你讲，嘛有一个会友过来吼处理讲吼，最近要去上班吼，较无用啦，吼，当然有时间是真迄个。所以讲对这个政府吼，煞对有信心。郭牧师甲讲陈牧师的事情吼，我加入一个，这是正式的牧师吼，嘛是咧手安尼去用做推拿，推甲即根手甲要固掉起来吼，这点都食力啦。所以就爱信信讲我有信心啊，我紧吼，加好，加好。讲最近一个牧师，姓陈，怎伫高雄你家己开业，伊嘛去摕即个牌照去开业。我嘛甲讲，你用同个一款的功夫吼，来帮助遐个艰苦的人，遐个较善车的人，甚至连会人穿耶稣缀耶稣脚步去帮助别人，嘛是真好的事工咯吼。因为倒底所可以做是你用起来讲道理好听，伊走袂去，伊绝对爱听你讲。不管哪你个听咧哀嘛歌听嘛是会甲你听咧啦吼。所以我来个鼓励，我虽然较无熟，我100个话，我100个咧吼。迄个名叫单明文牧师啦吼，陈明文。所以用一个昊天吼个名，政府个中心去鼓励。所以上帝会通过无共款的文字，互你照这个文字去做真好的工作，共款嘛通做上帝工课，会用帮助别人。所以讲，这个关键吼，也靠你家己本来是拢无半项，但是自然互伊这个文字，互伊这个才华，互伊这个职务吼，较别苦咧，用这个职务去帮助，对自然尽量，所以伊敢一直非常亏欠咯，伊才来释放对家己个。所以若看到家己一款会软弱啦吼。第二，伊看到性命，因为耶稣伫遮讲出譬如嘛，互咱一个启示。即摆咱用一个迄个想法、迄个角度去看上帝，看咱伊性命。无你甲今日医生讲无人你即个病因为真严重，是毋你的性命伫世间存偌久的时间？所以有时你感觉真正好，一天过一天吼。但是当你发现艰苦的时，你是已经袂去。可能我前面讲关于有一个兄弟主来真是先去教高中。伊并嘛无感觉是讲种感觉胸腔真郁闷会疼咧吼，所以去检查是肺腺癌已经是末期，这拢毋知影。医生讲你才存3个月，
其实伊倒转了，都免几工过身去。所以，当医生来讲，某人你的病，你的生命剩偌几时间？当你若知影我的生命只有剩一日，相信咧足侪代志看法会做完全无共法来改变。真正爱做代志，根本无落做时，剩最后短的时间，你绝对会做一个真大的转变，去做法。所以，而且这个不义的关系，伊看到伊的生命是处遐尼，意思讲，伊的工作，伊的这个工课生命是要遐尼贵重啊，要安尼处理，伊发现这个问题，将这个譬如伫上的意义嘛，伫甲咱讲。当咱的生命伫世间存留过时，要怎样来安排你所需的时间？上帝咱智慧，咱应该来去安排咱的世间的日，比别别会当来见咱的上帝。第三，伊看到伊主人，真正拢是看到家己，这拢看到家己。伊说我主人相信我是一个完全无咧过问的一个人，伊嘛无咧甲问最近什么款，你也讲什么，也无咧问啊。所以，通讲我人高存无忧，高兴无忧，拢完全人靠我家己讲，想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迄款来彰显。总是伊却无想到讲，今仔是主人互我做关键，我这关键职务迄职责是一块的工作，是一块的责任。我是毋是人来？因为主人互我这职责，我来重视我个职责，好好尽量伫我职责顶悬，一并完成。所以，当开起来时，伊就看到伊主人所获这个职责，只不过是暂时而已，随时拢会当收落转去，是拢收落转去。所以，遮譬如讲甲咱讲起，这个关系才会晓用迄个金钱来做后摆，为了后摆来铺路迄个工课。所以，遮耶稣嘛，摕这个譬如的用意。伊真清楚，伊讲我也甲恁讲啦，着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了去的时阵，因才会接入你入去永远的丢嘛。所以这耶稣在讲这重点的时嘛，将这要紧甲咱讲，用这不义钱财来结交朋友，到时间时，伊嘛会接入你入去永远的丢嘛。所以今日上帝法要够有健康的身躯，上帝互你要够有时间的时阵。咱较免保留咱的师傅，咱的恩师，咱的材料来服侍上帝教会，来帮助上帝教会。因为教会是咱做什么？今日教会是咱来布置、来插会；今日教会是咱来参加圣道的；今日教会是咱来施工、咱来做教台、咱来服务、咱来祈祷。这是上帝教咱的，咱的主人教咱，咱应该来看着主人的民数来做这工作。毋是为心人做加工，是为咱主人，咱的耶稣。第四项，伊看到迄个财产，不能过是将迄个钱看作上个要紧，伊变就将家己那底下调八百，因为我将来是靠这钱来咧生活。但是到今仔日这时节，可能这个金钱只不过是交伊手段门干那件，因为金钱并袂能互保证一人伊的生活真富足，伊的生活真满足。真幸福，因为金钱本身袂少一个，较早不是听钱稳大袂少一个，所以钱袂少，钱也无多来依赖你。所以而且这个关系才清楚了解，看到迄个财产的金就是安尼来，是一个媒介，一个手腕，一个手段。所以你若无好运用时，迄个钱变做变不利。所以这是这个关系在讲用这个。金钱来帮助别人，来做较要紧的工，较意义的工作。这是上帝教咱，迄个财富来用迄个金钱来做真要紧的事情，帮人教会，帮助别人。所以今日乌克兰嘛是呢，呼吁全世界，咱台湾共款，嘛足侪安尼奉献，将开甚至一个月当中吼，来帮助遐难民吼，需要人帮助。这个所以。伊看到钱多，不能是遐钱是靠伊这做主人，伊看唔到，我看唔到，所以伊清楚了解。最后一人，伊看到朋友，
这照说，毋是讲啊，咱将朋友大家拖入伫迄个过去迄个企图，即款的即个即个事的顶悬来威胁咱帮助咱。咱想利用朋友来替咱做啥物，较毋是即个。伊咱会记得讲哦，爱用机会好好来为了天堂的福气来平凡。所以讲用金钱结交朋友，到一天，伊嘛会人看过去正面。来接咱入伫永远的长板，所以耶稣伫遮，伊最后你强调这个譬如的重要性是，伊嘛是用这个10节做了来讲去强调迄个中心的需要，中心的重要。咱伫教会对什么时间，无论对什么，咱若是做一个管家、奴才、管家身份，主是按咱尽量伫伊所教的。无论咱是做牧师、做中心。咱做朋友，做团的干部，主互你这职务最主要是要求咱伫这个事工上爱重心，互上帝得到恩光，互正人得到力量。所以多谢大家今仔日伫遮互我这个机会甲咱来分享圣经所讲一段譬如，然后伫遮佫一边来为着生意来大家说多谢，望兄弟继续来关怀咱现在事工。伫经济上，互因无做欠缺，会当互因的工课，来继续来打拼，来栽培好的传道者，来伫教会来服务上帝的工课来工作。所以主所咱伫过去所做的工，为了咱遐个姊妹的需要来关心，为了国家的和平来祈祷，为了乌克兰、苏联迄个问题来祈祷，为了疫情的结束来祈祷。望咱的祈祷真大开力，所以上帝要听咱的恳求，来帮助咱，来帮助遮需要的人。所以以上愿主祝咱大家，咱同心来祈祷。天地的我的上帝，真感谢你今早起引带阮兄弟姊妹来到圣殿，我伫遮同心敬拜来学乐，因为你听阮，你敬选阮。伫正中你会最先来竞选，讲出你学生，讲出你的家己，你的百姓。特别你互阮有机会来分享这个福气，互阮大家有份伫即间教会，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我会当伫遮来帮忙关心教会种种事工。特别你也发有机会来帮衬关心遐伫总会属下。小阮关心遐机构，特别个是南神的福音组织，由你继续来帮助这个校，互院长以下遐教职员，会当伫上帝名甲你教会下面来做好工，尽力拍拼，互是咱伊将来一间真好受祝福的学院，栽培更侪教会所需要的你的工人，卖人做遐个其他的科系。伫社会服务做真诶事工，内面有遐个未信者伫遐求学招收，同个学校会存在，遐教职员伫遐生活、学生生活，有人来引传遐个压力的人来入来上帝，来将这个百姓。所以这间学校是有伫暗，等着人做偌侪事工，所以主你祝福来引传因。将阮的教会仰望你，我哋甲你的祝福，你愈比三个同在，这间教会。忠实会友，得到主你一听，稳定满满，互因的事业、因的工作、因的健康，拢得到上帝的祝福帮助。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这鸡卵树100几吨啊，有可能巴克利牧师徛伫遮时，这丛树啊就有啊，安尼100外吨啊吼。咱那行吼，巴克利牧师较早就带这间，这就较早风台啦损害去所以无法度拆掉。好这间是足大间，
哦，安尼，吼是足大间，嘿，来入用场了，行好哦。较早的院长黄宗辉牧师，佮较早而且教济信仰前辈去全世界募款，哪有起这个厝？啊，这嘛是较早是宣教师去募款，啊，等来买一块地，所以这是足伟大，啊，咱少年吼，实在无简单，吼。新人院吼，个咧栽培这个少年人，以后人要做牧师啦，真好的新人院的教育。欢迎咱来啊！多谢咱伫这个所在做义工，做足久啊吼，几十档啊。咱拢知影啊，人老年岁了后啊，伊会要享受，啊会要过伊安静的生活，啊无一定伊会愿意行出来。总是这个93岁的这个乳香长老吼，伊嘛用伊的心来奉献，啊来做义工，来寄刊物，来而且包这个要寄出去的这个物件。啊，望咱若讲。咱会通收到这个刊物的是会通孝念这个义工，人90几岁啊，佮愿意伫遮做上帝的工，一世人安尼欢欢喜喜喜乐的心，这是通欢喜的代志，通感谢的代志。快点，上课了！来了。你教会史的报告写的怎么样啊？写的差不多啊，我超喜欢这堂课的。我都还没写。你要上什么？好啊，快点，我们剩3分钟了。林青姐，我来。哇，真的好久不见哦。哦，好，谢谢。最近都在做什么啊？在忙着上课啊。伫宿舍内底无代无志就搭2句啊，会知要早倒啊，佮会提醒要迟倒啊，爱较紧呢。所以像阮有一寡同学啊，伫伊的身躯面顶有一寡较不足的所在，毋过大家嘛是足热心的，互相来甲伊帮衬安尼。我感觉伫咱遮的学习是足直接的，若嘛是会真正来直接来影响阮的生命的。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牧者的一个特色。伫神学教育受装备了后，会当去到伫社会，也是讲伫教会，会当精进好的精进，会当落实，甚至会当人讲学的甲用的，拢会当连结，这是真要紧的一项事。我期待讲，我未来会当成做一个甲会友、成做朋友的一个牧者，嘛会当成做一个带来有活泼、有活力的信仰的人。希望就是将以前过去所学的一个农业背景的知识，结合到现在所学的社工，将来在牧会的时候可以帮助部落的发展。感谢大家为我带到教会帮站。互我伫台南城乡通来学习，通来生活，这是靠着一个人无法度完成的。546首，圣诗546首。天父，我知一线光阴，天父，我知一线光阴是你为我安排，所以逐项虽有反复，我愿照主所爱。
恳求上帝现时在我全无服侍敬拜，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玉姐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书写。我来报告，请大家先开手报。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学校有请陈克南牧师前来请安正道，邀请咱兄弟共同来参与神学教育来关心奉献。第二项，咱教会迄个标校因进前有落差，真感谢林议长来亲身来完成补强的工程。
外上祝福伊的心乐。第三点是，咱昨3月12日伫中仑教会完成本会报册甲校务的检查。咱感谢社会书记、民意长老、中执会书记、玉洁执事甲会计抢尾执事的辛劳。愿上帝赐予因的服侍，稳上加稳，力上加力。第4项，咱对3月初2到4月16日，主日除外有42个大灾节期。请咱的兄弟每日安排灵修的时间，咱来甲主会面，来体会寺庙中的40天。周神柱牧师团队有提供迄个灵修祈祷的手册，咱放伫报价栏的面吼，请兄弟咱家己来睇。疫情的部分，咱即马对3月初1到3月31日是有适度放宽咱的防疫的措施。伫宗教宗教场所甲活动，虽然照2月16日内政部公告无变动，但是咱牧师的讲道、聚会会使暂时免带喙安。虽然讲咱的疫情有较稳定吼，咱嘛是希望咱的兄弟要进入礼拜堂前，爱做实名制的登录，爱测量体温、手棍酒精消毒，挂喙安。身躯也无爽快，我倒来礼拜兄弟甲咱的牧师讲，咱用教会群组所提供的迄个直播，咱同齐来敬拜。咱来看咱周报的各手边的聚会活动。咱的主日礼拜是上午的10点，咱圣歌队的练唱伫礼拜2的上午8点45分。咱的拜四上午10点有姊妹查经分享会。咱的拜5暗时的7点半有查经祈祷会。咱姊妹查经分享会甲咱的查经祈祷会的竞赛，咱请大家家己来看。咱来看咱圣工的事奉。即礼拜的讲道是陈泽南牧师，书评是谢文杰，领唱是林长乐，书写是玉洁执事甲米丁执事，交台是很龙兄，插尾是牛长乐，清扫是刘安姐。咱下周的讲道是咱的牧师，书写是民意长乐，书评是谢文杰，领唱是吴勇兄，书写是玉洁执事甲我本人，交台是燕经姐甲苏文杰。插尾是抢尾执事，清扫是小哥姐。咱目前的爱餐也是成正片吼。咱来看咱顶周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出入的咱的会计也是出入来提出见证。下面咱来看咱周报的第3页，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咱做伙用3个版本吼，咱各读一摆，最后一摆咱做伙读迄个经文的章节吼。请。所以的正常就快所有欢迎，唔通相信我一些学，要相信一些学，要多学学会，因为当天学习是骄傲。所以你们天父要一心，唔通最无知啦，要最聪明啦，最有智慧，因为现今的时代小。你们要以正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下智慧人，要爱光明，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第5章15到16节。咱下面大家互相来请安，平安，平安，平安。下面大家甲补充的报告，咱交代牧师。为着台南新学院整体的实施甲学校所需要经费的指导，阁有一项就是咱的大多数项的第3项是为着医疗体系跟第一线医疗人员安全。这个部分是因为顶礼拜伫淡水马街有一个护理师予病人拍，拍中伤有骨折他的手有骨折啦。初步预估他的那个手续费需要10万块，可能会更高一点。
情形的发生是护理师交班，然后他进去医院里，进去房间那个病房里面跟病人互动介绍之后，转身要离开的时候，病人可能情绪上来，所以就从后面用那个点滴架打他的身体，这样，所以有产生一些扭打的状况。啊，这件代志，唔知影大家伫新闻顶面有看到无？我吼，都嘛是介大的代志，就是因为嘛有的人认为讲马甲病院处理了无好安尼，因为伫网络顶面有介侪负面的讨论啊。毋若是安尼，其实伫病院，咱大家伫出入病院的中间，其实嘛拢会发现讲，咱的因为即摆疫情的关系，医疗人员啊甲病人中间的迄个紧张吼，是大家的心拢袂平安啦，所以迄个紧张就搁较侪安尼，有的就会发生安尼的代志安尼，所以嘛特别为着护理人员啊甲医生吼，甲病人甲家属中间迄个紧张的关系来祈祷，恳求上帝帮助，互咱大家会当伫平安的心情内面来接受着照顾，啊嘛互咱家己，若是有亲人是得破病，需要去病院的，嘛会当搁较侪去看遮个医生甲医师，甲护理师因的辛苦甲因的尽力。啊，咱爱真正是爱多谢民意长老，迄墙壁的补墙哦，用足侪工透早就来，有当时啊半暝啊，我是毋知影伊是透早来是半暝啊，我来的时阵就拢无共款啦。啊，天气好像在变化，所以它的那个脱落完成的那一天很漂亮。前2天我来看，它就又都搁破起来啊，所以民意长老就拢爱一直甲补安尼，所以真正是恳求上帝互咱有好的脾气。好，安尼咱即马即是进入公道的时间。阮的主，阮的阿爸，阮的父上帝，伫你的面头前，阮用诚做你的囝儿的身份来祈祷，因为阮知，当阮开喙的时，你的心就接纳。你欢喜阮为着所有的人来恳求，因为安尼是三听有听。
主你爱阮相疼，阮常常毋知影会当安那疼别人，嘛疼家己。总是当阮伫祈祷的时，伫求讨的时，伫面对你的时，阮知影你伫引带，你嘛互阮有搁较侪的疼，会当来相疼。你想思每一个你的囝儿温顺，不管是伫神学院来受栽培，也是伫神学院做教授来栽培，对你遐好调，你的路步愈微，也是伫病院，也是伫各行各业，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工作来发展你所想思的温顺伫这个世界。每一个人拢伫学习要安怎来尽忠，要安怎来甲人相和，嘛看见家己伫你面头前有这个性命完全的价值，珍惜家己，嘛珍惜别人。对这嘛来完全感谢你的祝福。每一个礼拜，阮大家会摆列伫你的面头前，因为阮知，阮有这个份会当伫你的面头前来求讨，是你的恩典。每一时，当阮安尼做的时，是因为阮有看到你所意爱的。阮遵趁你的旨意，毋若是伫求讨的时，毋若是伫开喙的时，嘛是伫行路的时，阮倒落来的时，伫休困的时，拢总要活出你爱阮活出的模样。一天一天，阮嘛看见阮伫进步，因为你引带，互阮日日长大。阮要献上感谢，为着天气，为着生命，为着每一件代志的发生，无论阮看伊是好也是无好，阮知当你稳准的时，的确是爱互阮学习，以及得到你疼甲稳定的机会。只是阮要将大仔，阮有开喙无开喙的祈祷摆列伫你的面头前，嘛要亲像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来讲。阮的天父，愿你的名写，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实成，地亲像日天。阮的日时给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靠阮入死，就叫阮快乐快乐。因国万民平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下面咱做伙来吟圣诗389首，389首。阿拉上帝至高至尊，阿拉上帝至高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圣赛，天下万民，永远阿拉地境圣事。咱大家起立，做伙来吟，因是刷请当属于咱接过。Oh
咱大家对着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听从，领受圣神的印刷帮助，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家姐。